嘛有真侪人会先去修剪头毛，高雄就挑一个剃头毛的美发师真有爱心，互发展发慢发育较慢的囡仔，买当装好水水好过年。今年已经小连续第3档来到治疗中心替囡仔剪头毛，拢无摕钱。拄到无爱夹头毛的囡仔，伊嘛会真好好啊含人安搭。另外，阁有一个美容师替囡仔化妆，看起来是一日剃头，3日缘投。 伫咧面里来抹粉，画好底妆，想要有好的气色，口红袂当减。查某囡仔嘛爱打扮，另外一边当咧夹头毛。专业的美发师出马，哪热哪剃，要夹一个清爽的头毛，但嘛是会拄到亲像即种的囡仔。因为惊夹头毛，就一直咧等。就算是安尼，美发师也是有办法，一口气就派出3、4个技工，有人负责来安搭，有人负责用手来保护囡仔的面，避免互伊伤到，就安尼豆豆来完成夹头毛的任务。 他们不可能让你去碰触他的头发，所以你要拿那个刀子去剪他的时候，他会一直不断的去拨。机剪的时候就是趁他熟睡的时候，然后拿刀子随便把它剪掉。做这个也做了差不多30几年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困难啊。要为万倍的天才来夹头毛，一直是家长的挑战。有美发师真有爱心，连续3年来咧做义工，阁有造型师团队招出动，一个过年进前来大变身，要互每一个囡仔拢会当装好水水来过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